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今晚的333祷告会，我们要与神来相遇。在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站立，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阿妹吗？阿妹。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神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神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们要将一切的掌声都归给我们的神，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要时常来称谢赞美他。弟兄姐妹们，请坐。主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时常来依靠主，主必定带领我们从黑暗中走出光明。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
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一起来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是的，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同心合一，来建造主的教会，与牧者、长执一起同心来做主的工。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举起我们的手，同心合一，心合一，同心合一。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再一次来宣告说：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是的，主必引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因为主的爱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们，能够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彼此来相爱，也彼此来扶持。我们要将神的这一份爱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领受，来体会神的爱。让我们的
的生命来活出神的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感谢主，因为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将神的爱分享出去。愿神的恩典赐福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勇敢走出去，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传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这个月我们是6月份，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好，2025年已经即将要走过一半哦。好，那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的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主题的祷告，好，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祷告会呢，好，能够来操练，好，也能够来激励大家。好，那在教会当中的祷告会呢，通常都是很不容易来推动啊。好，特别在长老教会当中，好，那对这个祷告呢，好，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我们继续学习和努力啊。好，但是呢，好，魔鬼最害怕什么？
最害怕我们祷告。好，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呢，好，我们就会，当我们相信我们开始祷告，好，上帝的权柄就会与我们同在，而魔鬼的权势就要瓦解啊。好，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祷告会好一起来祷告，好，让我们的祷告会是能够带出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见证。那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呢，好，是在6月份是毕业季。好，就是很多的学生好要毕业，好，那特别不论是国中、高中、大专、研究所，好，那在这毕业当中呢，是人生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开始，好，所以我们的敬拜部门在这个月呢，好，特别有邀请了教会当中的几位在教界好的这些老师，好来做见证的分享。好，那么今天总共有3位的老师要在台上和我们一起见证来分享啊。好，那首先第一位呢是美娟老师，好，那她现在是在龟山国中，好来担任这个教务处的主任啊。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曾美娟曾老师的分享。好，牧师哦，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哈。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国中毕业生？请问他是啊？国二哈，所以在座都没有国中毕业生。好，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一场是要跟国中毕业生分享的，对，那这样子，那我还是线上会有国中毕业生，好，那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好了。我之前有担任辅导主任6年哈，教务主任3年，好，那就是我就分享一下我以往的经验。我们还有产业工会同好哈，好，那其实我也要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8月1号就要下主任了哈，这边我也先讲一下，就是说，我就分享一下我这几年来的那个经历哈。好，那首先的话呢，就是说呢，国中生怎么样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哦？那其实我有几个重要的参考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5 6月6号会发纸本的成绩单，那同学们呢就可以知道一下你的会考成绩哈，或者也可以上国中教育会考网站去查询哈。那在我们6月20号就可以去开放查询个人的序位哈。那个人序位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全桃园县，你的排名在前面600名，可能你就可以上武陵高中，就是说你可以去排那个序位，所以呢，那个序位也很重要，可以当做您的参考的依据哈。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是在9上的时候，我们12月有一个试模拟哈，那个试模拟呢有一个成绩，那当时呢有帮忙做一个志愿选填，那个放榜的结果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哈，就是说大致上来说呢，那个结果跟我们最后会考的结果呢是蛮相近的哈。然后再来第4个呢，就是生涯辅导、生涯发展记录手册哈，它里面有个性向测验，就可以知道说呢，您的专长是在哪里。有些同学们，比如说有些学生他喜欢动手做，他可以往高职的方向或是五专啊。那如果说呢，你是学业成绩比较好的，那你就可以往高中走哈。所以这是一个参考哈。还有呢，各校历年学长姐录取学校的会考成绩参考哈。例如说呢，每个学校都有保障名额。好，比如说呢，武陵高中每个学校都有保障1个，所以即使你可能没有考到5A， 你还是可以上武陵高中，因为它是一个保障名额哈，或是中立高中这些等等。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你们历届学姐的成绩哈，来选填志愿。再来就是各个国中哈都会办理志愿选填说明会。好，那办理时间都不一定，他会邀请家长，然后也会可能教务处啊，或者是辅导室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一场的说明会里面呢，讲师就会教导你如何选填志愿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也许呢，就是在我们礼拜5放榜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去找一下，就是我们桃园市的高中职的位置在哪里，还有这一个博览会里面呢，这可以超连结吗？因为呢，就这个连进去之后，好，我这边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去看招生学校，还有招生的科别，还有各校的简介影片哈。这个呢，就是如果你对哪一个学校有兴趣，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个学校有哪些科别哈，然后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这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各校，譬如说呢，可能你对哪一所学校有兴趣，你就可以点进去看哈。好，再来的话。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地理位置哈。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以往我们学校有学生哦，他可能想念的学校比较远，当时他就譬如说他对餐饮可能有兴趣，他就去念了很有名的永平工商哈。但是因为有点远，那可能后来他就怎么样，就觉得太远了，每天早上很早6:05就要坐上永平工商的校车，6:05哦，好，然后再坐到杨梅，或者是说可能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呢，各位国中的同学们就要去想想看它的地理位置哈，你可以去看，也有人可能如果你有原住民身份，你可能想要念罗浮高中，你也可以去看看哈，就是说这方面你就可以点上去就可以知道一下说离你家近的，其实离家近的也蛮好的，只是说要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要念的科系等等的哈。好，那这个呢就是国中教育会考的网站哦。这个网站上面呢可以去查你的会考成绩，就是6月6号的时候，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查你的会考成绩哈。这边还有就是很多的资讯都在这上面哈，甚至于就是有一些历届试题啊或是什么的哈，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生涯辅导记录手册，里面呢其实是这一本记录手册是陪同学们了3年哈。那这3年的话呢，就是里面会有7年级有一些学习测验，8年级有性向测验或者是兴趣测验。那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知道一下，就是你对于哪一方面，他就会做测验出来，就会知道说，你在哪一方面的潜能是比较高，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做哈。譬如说，我们学校就有技专班，那技专班就喜欢动手做的同学，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技专班，因为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试探哈，譬如说什么餐饮啊、机械啊，或是电机、电子这些等等的哈。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生的路很难讲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就想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呢，其实我也要想一下，就是说，其实最近教会我很高兴，教会办了很多活动，譬如说4月20号有一个去春天农场活动，可是当天因为我有新生报到，我就不能参加。然后5月17、18教会又有那个退休会，因为我们有会考，我又不能参加。其实我最近都觉得很扼腕，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都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活动。其实我也觉得很可惜啦哈。那我要送给各位同学的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哈，不要小看自己，因为呢，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像当初我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会来当主任哦，而且还当了10年了，虽然我8月1号就要下了这个主任了哈，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上帝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我们要相信，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勇气踏出去，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自己做不到，可是上帝说你做得到，你就做得到。你要相信的是，上帝觉得你做得到的这件事情。如果呢，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的生命会活出一个很美丽，而且是超乎你想象。出人意外、平安又美好的一个生命，好，谢谢大家。谢谢美娟老师啊，好，那美娟老师的分享，好，虽然我们在场没有国中毕业生，但是我们可能有国中毕业的家长，或是国小将来要上国中，好，将来要国中毕业的这些家长，我觉得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祷告会的主题，好，可以让这些新手的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可以更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或是我们在做青年事工，在关心学生，好，牧养青年，好，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学生好来关心他们的需要和帮助。好，那刚才美娟老师的分享，好，那也让我想到说她在这个期间也常常会把学校的一些祷告事项会带到教会，好，会包括说学校要招聘代课老师啊，或是这个学生要考会考啊，好，然后学校呢有带一批学生去庙里面去那边去拜拜，那他也希望说能够邀请这个牧师能够去教会去学校，好，或是能够到就近的教会，好，能够去那边做祷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好能够来服侍，能够为主做见证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美娟老师好她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那个杨英杰老师哦。好，那杨英杰老师他是永丰高中退休的老师。好，他和信如姐都是老师啊，好，都是退休的老师。好，是我们教会这个黄桂美的儿子啊。好，那他今天呢能够来我们当中，好来分享，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杨老师。
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想我自己是永丰高中老师嘛，我刚刚看到苏青，不见了，在那边，应该是他来讲才对，因为他是我的前辈，好，但是为什么是我讲？我想应该他已经离开永丰高中大概10年，应该10年以上了，所以他可能都忘光了，所以就轮到我来讲啊。但是我也退休2年了，所以我想我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啦，所以我想我今天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大概是在高中毕业生跟大学毕业生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会讲这2个对象？那是因为我在高中服务的时候，因为我是在辅导室做辅导工作，所以常常有时候毕业生回来以后，我常常都跟我们聊天，就聊到他们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会常常去收集到这些讯息。那我想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也把这些经验供各位来分享哈。我想我第一个想我从高中毕业生这个地方开始哈，因为这个礼拜是高中的毕业季嘛，大概从礼拜2开始，慢慢就是这几天都是高中的毕业典礼的时候。那这个难得的暑假，那各位高中生常常在暑假当中回来，我们都问他说你们在做什么？那他们当然是说耍废嘛，但是常常有很多的高中生他们在利用这个时间在练车，有的是在练2轮的，有的是在练4轮的，那事实上我们当老师的都会提醒他们就说我觉得有一些证照是好的，但是可能不要急着说在大学的时候就去开车啦、骑车等等的，还是要注意到交通安全。像有些大学他在高1的时候他是宣导学生大1不要骑机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他们刚高中出去这个高中生迈向大学之前，那他们的心性其实还很冲动所以其实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如果说各位高中生在这段时间练车的话，拿到驾照在高兴之余要注意到交通安全。像我自己的儿子，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也去练车，但是他一直到大2升大3的暑假，那我才帮他买了一部机车，他很高兴。但是那时候的心性我看得出来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他在骑车的时候的一个稳定性，我觉得说有一定的一个稳定性，但是他熬了2年，他跟我说，爸爸，我的同学都说好像你不太会算数学。我说为什么啊？因为我让他在外面租房子。他说你为什么让我在外面租房子？那个房租其实是比骑摩托车的费用还要高，那我说爸爸不是不会算，爸爸是考虑到你的安全，他才接受，他其实一直跟我要了2年了啦。后来我觉得说大2升大3再不给他的话，其实说真的好像有一点，好，因为也20岁了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给各位高中生一个提醒哈。那这过来的部分就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准备那个简报，因为我不是要准备这个东西。我想我可能离开职场2年了真的是忘太快了好，所以美娟主任这样一看，哇，好，但是没关系，我就带小抄。那第二个部分，我想就是高中生现在马上他在9月份的时候就要进大学了嘛，就要成为大1的新鲜人。那我们常常在9月份、我们大概10月份、11月份，学校都会有运动会嘛。那学生都会回来学校里面，那就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就问他说：“你们大学生活怎么样了？”他们说：“老师，我跟你们讲，大学生活，这个才叫人生嘛。”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语气回答我们说：“哇，这个才叫人生嘛！”我在想说，你们才大1新生而已就跟我讲人生了他觉得说从以前读书这样子都在椅子上这样坐，从早做到晚。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有很多自主性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是我对大1新鲜人的一个印象再过来的话，就是我会问他们说：“你们在大学里面除了读书之外，你们做了什么？”那他们会说他们有参加了社团有些参加社团的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啦。男生的部分就是运动型的一个社团那我想其实大学里面也有团契嘛如果说我想我们的在座的我们的小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这个团契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那其他的部分可能还有艺文性的，或者说是服务性社团等等的，我觉得很多可以供大家来参加。不要说只在线上的一些社交，我觉得在人实体的一个部分在这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人际的一些互动
好，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来参考哈。那再过来部分，我要提醒的部分就是说，你除了享受人生之外，就是大学4年的人生之外，你要兼顾课业，好，不要觉得说我放出去了，然后我就整个就像一匹野马一样，好，你要兼顾课业。为什么要兼顾课业？因为有些科系的很多科系的部分，它其实都会有党修。好，党修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大1没有过某些科系，你大2的话你就被挡掉了。那大2又大3的部分又你反正一直挡，那到后来可能你会延毕。好，你可能就是你在毕业的4年，看到毕业了，可能你还在留在那边。好，所以这是我在这边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学长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过来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学生他还是会回来我们辅导室，啊，他就会跟我们就是会跟我们询问一些事情啦，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聊天也大概都是聊习惯了，他会跟我讲说，他们就读的科系好像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兴趣，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啊？那我看很多学长姐他们会准备转学考。有的比较积极的，他会准备转校考，哦，他会觉得说，我这个学历可能不是，学校可能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不是我期待的，那他会再往别的学校去准备这个，他可能在上学期就开始在准备了，因为下一次准备就已经有点晚了，所以如果说你在上学期你有这种转系或者转校的一个考量的话，要提早做准备，好。那再过来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他还是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个动力，或者说他在转校或转系考，他其实不是很顺利的。那他会怎么做呢？他建议我们怎么做？我想说你还是要把它读完啦。我是建议他们还是把它读完啦，建议啦。那读完的同时，那你这当中，结果你的校系你不喜欢，那你可以选择他系的一个。你觉得有兴趣，或者说你觉得说，这个科系是以后可能在就业的考量方面会有利的啊。我觉得说有些同学的部分他会选择第2专长的科系，所以这个部分的例子蛮多的啦。那很多同学他后来毕业之后，然后他的就业的部分，他不是他自己本身这个科系，很多是在他修第2专长的这个部分，他是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个就是反而不是他主修的一个科系，所以他也发展得非常好，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多啊。那第3个提醒就是在大学的部分，我这边是勉励你们啦，就是说我期待就是说这大学的4年当中我是觉得各位可以尝试的去学习异性交往，但是是健康的异性交往，那学习认识不同性别他们的身心发展，事实上是不太一样，因为可能从前年只是哥们或者姐妹们的一个交往比较多，但是在大学4年当中，你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在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到异性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学习的啊。那以上是高中毕业生这是我对各位的一个提醒哈。那再过来的话是大学毕业生因为这里应该有大学毕业生那为什么我会讲到大学？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大学服那因为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他事实上还是会回来学校有时候我们在辅导室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说现在已经在职场上的一些我们的毕业生我们会希望他回来跟学弟学妹们分享他们的一个职涯的一个经验。所以这边我有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也可以就是看看他们的一个历程是怎么样的，可以供各位来参考。首先就是说，当然你大学毕业了，那我们是恭喜你，完成了就是这个阶段。那就是很多人他会选择攻读硕士学位。那有第一个他是就是很多他是会选择跟他自己大学本科系一样的一个科系，他要深化它嘛，所以他就选择跟他相同的大学相同的一个专业技能的一个科系。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他会斜杠第2专长，也就是说他大学读的科系跟他研究所读的科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在大学，其实很多大学生他还是不太清楚他自己想要从事什么工作，他其实还没有想到。那一直到他可能就是在大4的时候开始想到我可能要读其他的研究所，
那很多例子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后来读了这个研究所之后，他后来也是从事他研究所方面的一个工作，那也从事的非常好，这例子非常多。有从文科转到理科的，还有从理科到文科的，或者商科的等等的很多，大家都发展的非常非常好。那如果是你是不想要攻读，我已经读太多了，那其实有些人他会直接进到社会当社会新鲜人嘛。那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到硕士学位的部分，对不对？那我想再补充一个，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不会想说再去攻读硕士学位，那他会选择什么？他会选择学士后。其实现在有很多学士后的一个专班，那同样就是说你可能你可能再多读2年，或者说是3年，有的是2年半都有。学士后的一些科系，其实应该大家比较常听的应该是什么？学士后医学系啦，学士后护理系啦，或者学士后中医、学士后兽医，这其实这都是3类的一个科系。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一些啦，它很多像文科啦，或者说像是法律等等的，其实都有。其实进修的管道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就是各位大学毕业生，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说我想要学到其他的东西，在学校里，因为学校的收费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是很值得大家去就是在这方面去学习的，这是一个管道。那刚刚讲到社会新鲜人的部分，那我想你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先去工作嘛，男生的话当然先当完兵，然后再去工作。那工作完之后，那他发现了说，我好像哪里不足了。那他就自然会去他们就会自然去选择说，我可能要去进修或者说我参加职训等等的。那应该就是要认真工作，这是最就是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一定要认真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哈。那我想刚刚的部分就是不管职训或者进修就是提升我们的专业智能，那也可以维持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热忱。那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就是你在薪水部分也会有比较好的待遇，当然升迁的部分也会有比较好的期待。那再过来的话，就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嘛，也开始就业了嘛，那你可能会想到什么？应该准备因为你经济也独立了嘛，所以你可能就是就是要一个，刚刚是说健康的两性异性交往那现在的话就是我这边是期待说，我这边是勉励说。你要以结婚为前提的一个情况来做异性交往，那我想应该这个也不是这个应该就是因为你经济独立了，所以你应该要承担更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这边做一个提醒那再过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在很多学生毕业回来之后，我们都听说啦，有些同学被骗了。所以被骗不是老人被骗不是只有老人才是被骗的，才有这个专利。其实年轻人也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很多不知道，然后就常常听到一些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等等的。所以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学生他初入社会的时候他被骗了，被诈骗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出社会之后，可能你要多跟长辈多学习，那事实上，长辈的话就是家里的长辈，就是很现成的，就是各位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教会的长辈，或者说你其他的你信任的你在职场上的一些前辈，这个都是你们学习的对象。那你要跟他们看看，跟他们学习说，他们是怎么样的理财啊，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工作啦，后面的规划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们学习的一个对象那就是稳健累积财富啦。那同时也要培养危机管理的能力。那所谓危机管理的能力，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说不要想到一夕致富。还有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交通事故啦。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学生毕业之后，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当然有自己受伤的。也有可能就是让别人受伤，这个赔偿的问题等等的，所以可能交通事故的部分，跟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就是财富的部分，这个是老师这边要给各位做一个提醒的然后
最后啊，要提醒各位什么？一定要回家聚会。那个家是哪个家？你们知道？牧师一听就知道了哈。这我们迦南教会一定要回迦南教会来聚会哈。那因为我想你在求学啦或者就业当中哈，人际关系等等的，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好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给你帮助，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了。那我们到教会来里面有很多的肢体。好，那肢体之间帮你们祷告啦，或者说支持你啦，这是我们帮助我们持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好，那我自己的话哈，就是我的2个小孩，那2个小孩从小我们也是带着他到教会来主日学啊等等这样长大哈。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在学校要参加团契他们也去了他们应付我一下去了，大1去了去了之后大2就没有了。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去团契？偶尔啦，所以后来就慢慢就好像越离越远了。好，那我在前几个月前，我有跟那个牧宣讲我有拜托他说我的儿子他现在在台北工作嘛，那他9月会回来桃园那到时候我会把讯息给你，那麻烦你再把他 call 回来。我上次有跟他讲这个讯息，我说你9月就要回来桃园工作了嘛，对不对那你在台北过了这么多年了，在5年了，应该也没什么好玩了。迦南教会，我觉得你可以回来看看。那他就等等的，就这样弄了所以我把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牧宣了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希望说，所以我就是父亲的期待都是希望说，就是孩子可以一生有一个很好的信仰。这个信仰可以伴他一生，帮助他的一生。我想我们父母亲好像也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太多了，我们的有效期限是有限的，但是神是无限的。好，以上是我的分享。好，谢谢。谢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在去年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为那个杨老师的女儿那时候是巧克力囊肿，巧克力囊肿来祷告，那次的手术也非常的顺利所以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那个杨老师的太太魏信如老师也有来那他是在国中服务那他就说他把他时间就让给杨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邀请魏老师。好，那今天也很高兴看到那个启文也有来是那个美娟的先生老启文老师请站起来一下。不晓得说他这么忙，也有会一起来参加，不然今天那个启文老师也可以来分享在大学大学的部分因为他在这个阳明交大在任教所以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这一块更完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我们迦南教会的第3代在迦南教会出生长大，然后任教现在回到桃园的武林高中来服务这个最近也当了爸爸这个蔡家平蔡老师，我们拍手来欢迎家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一样没有准备简报，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了。这样，好，刚刚有提到说，我目前在桃园的武林高中服务。那这个礼拜其实刚好就是高中的毕业典礼。这个礼拜1的时候，刚好回去了中立高中，我的母校，参加了就是他们的毕业典礼。那在我开始任教的第1年，就是我第1年服务的学校就在中立高中。那刚好那个时候我带到的学生就是他们今年刚好毕业，那他们也邀请我回去，就是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一方面回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为他们祝福，一方面也看着当初教他们从高1还很青涩，还很懵懵懂懂的样子，到现在过了2年，他们已经我觉得各自长成很不一样，然后充满一些活力跟能量的样子。那在台下送了他们要毕业，看到他们领不同的奖。那也默默的在想起他们的故事的过程中，也慢慢的想起当年我站在台上，或者是当年我们准备从高中离开要进到大学的日子。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文化，或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兢兢业业，我们很认真的做了一切的努力，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结果考上大学之后，大家突然就一盘散沙了。大家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台湾有个很奇怪的文化或现象，只要上了大一，大家就要开始，不管是玩社团也好，不管是开始夜冲、开始熬夜去夜唱，或是好像终于离开了某一种被对，我觉得用束缚这个词很贴切，就是好像被一个一直以来在学校或者在家庭里面，好像被绑在那样子的教育环境里面的情况，他们突然得到解放的时候，他们享受到了某一种自由。那对，但是这个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我觉得还有待商榷跟很有讨论的空间。但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经历过那样的时光，或许你自己目前正是大学生，或者我们在座很多已经是大学生的父母，我们可能回想起我们的孩子那段时光，就好像上了大学之后，大家突然就失去了一个目标，失去了一个方向，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样，那可能教会也不来了，可能书也不念了，可能也很少回家了。想起我自己当年，其实我好像也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时光。那我大学念的是数学系，就觉得好像蛮喜欢这个科学的，好像蛮喜欢这样子的路的，那就这样走上去了。那大一、大二经过了一段蛮光怪陆离、很荒诞的时期，但就这样子一路走过来了。我进大学念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那其实也算是，如果这样子顺顺的发展下去，也算是所谓蛮有前途的一个发展空间。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大学，突然觉得好像失去了某一种方向，或是我觉得那个问题点在于失去了某一种热情跟生命的能量。到了大三、大四，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有一天我就站在我们宿舍的天台上面，我没有要做傻事，我就只是在天台上看着星星，在思考说，那我最近的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就看着那个画面，我就在想象。那时候因为我念的是数学系，所以曾经有想过的路线是走向是会计，或者走向偏向就是财务金融精算这一类的路线。那些在台湾目前都还算是相对高薪资的工作。但我就想想，如果有一天未来的或许30年后，我就想象如果真的当上会计师，我觉得有一天我会在30年后某一天坐在我的办公桌，坐在我的电脑前面，看着前面满满的报表，或许我的户头会比现在可能再多1-2个零。但我就想，那个时候我一定会问我自己，我到底这几年来我做了什么？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的价值，我的生命真的要是这个样子吗？那时候我突然醒了。我就想到，从小我们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参加过很多的营会，我们陪伴过很多的孩子，我们一起跟许多人一起成长。我突然感受到，其实，在跟人互动，在与那些可能是幼稚园或者是国小的弟弟妹妹们，陪他们1个礼拜的营会结束之后，发现他们最后一天送了你卡片，或者他们觉得说，哥哥姐姐好像很谢谢你们，或是我们玩得很开心的那个过程，我突然觉得，那个好像有某一种意义，或者好像。如果到了我真的未来，或许以我现在来说，可能是或40年后或50年后，有一天我真的要回到上帝的怀抱的时候，我想起那样的时光，我会觉得，我真的留下了一点什么，我好像真的做了一点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那一刻，我终于想清楚了，我决定，那我要从事教职这条路。我想它是一个，在现在的环境上，或许称不上大富大贵，但至少饿不死。那我又同时可以在做我本职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去从事一些我认为很有意义，或者我的生命真的会留下一些价值或轨迹的事情。于是我后来就这样顺顺的，就是一路从教育学程那念到研究所毕业。那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工作了3年，就我花了3年的时间陪伴大学的一些学生。那担任团契的辅导，跟他们一起成长。我觉得一方面累积一些社会经验，一方面我也期待，既然我当老师的初衷，我其实希望我在除了教学本职工作之外，我可以为这些学生带来一点点不同的生命的能量也好，或者带来一些不同的温暖，或者一些不同于在课堂之外的那些或许说是一些辅导，或者讲得更平凡一点点，或许说是一些鼓励，或许说是一些支持也好。我想在大专团契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慢慢在累积我陪伴人的能力，累积我带团契的能力，累积我经营一些小活动，或者透过一些分享，透过一些卡牌，透过一些游戏，
可以去与学生互动，甚至在这些过程当中带给他们一点什么的过程。那我想回到刚才说的，其实上了大学，就是在我们礼拜一送走很多高中生之后，我想他们也即将进到大学。那我相信大学生有很多多才多姿的生活，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终于可以做的事情，终于摆脱了就是学校的束缚，摆脱了家长每天的监管，他们很想做的事情。那我想在这个时段，去勇敢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勇敢的去寻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但到头来，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生命最重要的那个力量，你没有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方向，那在这些绚烂的烟火过后，在这些愉快的玩乐之后，有一天我们会迎来我们生命的茫然。我想上帝创造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美好的，而且一定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一定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发挥的价值。那我想在我们这个多元探索的时代，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有什么东西是对你来说最珍贵的，有什么是对你来说你光想到你会愿意摆上你的热情，愿意摆上你的努力，纵使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弄到灰头土脸，纵使有些时候你需要很辛苦很努力的去为了达到某一个，或许是一张证照，或许是一张门票，或许是一个你必须完成的考试，或是去念那一本你必须要念的书。但我想经过了这么一大圈回来，有一天在你的生命到某一个坎，到某一个不见得是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但在某一刻你回首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感谢我当初做的决定，我也感谢当初有那样子上帝的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知道我有那样的能量可以支持我继续走下去，也非常非常感谢，就是上帝在我身上仍然放下很多的恩典，在我纵使经历过了一串很荒诞的日子，但我仍然有那个能量帮助我再次站起来，并且持续的往前走。我现在是武林高中的老师，那我在陪伴每一个不同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就像有些时候我会收到学生给我的回馈，他们会说：“老师非常感谢你，让我在这么多年，我终于遇到一次我不害怕数学，或者我终于遇到一次，就算我考试考砸了，纵使我最近表现没有这么好，但我感受到有一位老师愿意接纳我目前的不完美。”我在我的课堂上，我一直在跟学生说，我相信没有每一个人以后都要用到数学，我也相信不是每一位同学都会考100分。你会有你擅长的事情，你或许擅长数学，那请你在数学上好好表现；你或许喜欢英文，那就请你多花时间培养你的英文能力；你或许喜欢生物，那就请你在这个地方表现你的长才。但无论如何，我鼓励你们做到你们目前能做的最好。如果对你来说，你的满分就是80分，那努力考到80分，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对你来说，你有95分的天分，那就请你好好努力做到你可以做的最好。我想这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不同的能量，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或者每个人不同的计划。而在这些能力的背后，一定有一些你要承担的责任，跟你可以去完成的目标，跟你可以借着这些能量成为他人祝福的地方。我想我们努力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我们也用心的去陪伴身边的人。我今天穿的这一件是我们在台北大专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常用的一句标语，叫做“我们聚是为了散”。那我想，我们相聚就像我们基督徒的团契一样，我们相聚是彼此勉励，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成长。而当我们散去的时候，这些我们所累积出来的能量，也会变成一些祝福，到我们要去的任何地方。而在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散去之后，我们也期许再一次的相聚，再一次的累积能量，并且不断的把祝福一直不断的往外扩散。我想在我自己在教学生涯里面，我自己一直始终把一句话当做我的某一种，或许是座右铭，或者一个核心的信念。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曾经被好好的对待过，所以我们了解怎么去温柔待人。我想我感谢我自己在我的求学生命当中，或者我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或许从小我在教会受了很好的信仰装备，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团契教会我如何去实践我的信仰。那我在生命当中，无论是在学校，是在家庭中，是在我的人际圈，我受过很多的温暖，于是我有这样的力量可以站在这里。那我也期待这些曾经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美好，可以透过我真实陪伴每个孩子的生命，将这一些能量也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有一天会想起，原来我曾经被这样子好好的对待过，那我也会长出那样的能量，我可以去对待其他的人。每个人，每个孩子，当你们毕业之后，你们会去不同的地方，你们会长成不同的样子。你们或许有一些人会一样成为教师，有一些人会成为或许各行各业，你可能成为医师，你可能成为社工师，你可能成为牧师，或者成为各样在社会上不同的人。但我相信，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并且我们足够而且有余可以跟许多人的分享的。那我想在真的就是进到教职，然后去陪伴很多学生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有点像是在回忆我们自己当年成为孩子或是成为学生的时候那些不成熟。那在每次陪伴那些孩子说啊，你们怎么这样子，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再多一点点什么的时候，好像就像是我们当年，或许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如今我现在初为父母，就是我现在孩子现在才6、7个月，我可能也慢慢的要经历那个陪伴孩子成长的那个过程。每次在陪伴这些，无论是我的学生，无论是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象，或许当初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在陪伴我们成长也是这个样子，又更多一步。或许在天上的天父在看待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想，或许很多时候上主在天上看我们，也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可惜，或者是啊，你怎么没有再多珍惜一点，多努力一点？但我想，也一定有一些时刻是。我想象上主也在天上看着我们，这孩子真的做得不错，这孩子真的活出了一些他的样子，或者这孩子真的做了一些他看为美好的事情。那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感受到上主很多很多的恩典，就如同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而各位可以来一起参加祷告会，或一起在教会当中，无论是参与服事，无论是参与聚会，我相信上主都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上了足够的恩典。于是你可以在这里。那我也鼓励大家，无论你是刚毕业的孩子，你其实充满满满的能量，或者是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已经是被上帝好好对待过的人。于是我们有那样的能量，也去温柔的去陪伴其他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让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上主的爱，也透过我们真实品尝到上主的恩典。谢谢你，谢谢大家。嘉平老师他在我们的协会好有2段影片，好，那是支持考生的影片，好，那在影片当中有他的见证，为什么他不去做精算师，他要去当老师，好，那很感动啊。如果我们想要更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协会的影片，好，是在一次参加短宣队当中，好，他想起在这个短宣队当中的这个回忆哦。那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美娟老师，还有英杰老师，还有嘉片老师，好，谢谢他们今天的见证分享哦。好，那我觉得我们嘉南教会很有福气哦，有这么多的教师啊，其实今天还有苏青老师，好，还有启文，好，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哈，在各行各业当中，好，那我们有幼稚园老师哦，幼稚园老师也可以接约，可以来分享哦，好，毕业生的规划。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去祝福下一代？好，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以让下一代也可以传承，好，可以领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好，那今天牧师的时间剩下不多哈，大概剩好，没关系，我们会在天亮以前结束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好，其实就是透过各位老师的见证分享，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邀请大家来一起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毕业生，或是正在为人生生涯，好，在青年奋斗的青年为他们来祷告。好，很多人说毕业就失业，好，那中国大陆的学生，好，都有这个毕业照，就是叫做躺平的毕业照，好，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毕业之后要做什么。那台大好，刚才嘉平的母校好，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毕业歌，好，这是他们今年的毕业歌，叫做什么呢？上台大，然后变什么？变好，我们自己去看啊，它大概有5分钟的一个 MV 哈，那他们把他们的毕业的，在这个台大的这个的这个声的感受呢，变成一首歌啊，好，上台大的歌啊。好，那在网络当中讲到毕业生呢，好的毕业的话题呢，好讲到薪水啊，要不要继续读啊？刚才英杰老师有分享读研究所，或是谋职的困难，或是要不要出国留学
或是男生要当兵，那有的是在外地要不要北漂，或是要南漂，还是要回到老家，好等等，好，那这些呢都会是毕业生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好，其实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些话题呢，好，如果我们身边有毕业生，好，因为他们有时候不喜欢人家多念，但是你可以从这几个话题来切入，好，你对于薪水的看法，好，对于将来就学、在就读或是出国好的看法，听听他们分享，好，觉得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帮助哦。好，那这个是一个这个网络调查哦，就是职场新鲜人，好，他们会最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薪水待遇。好，那前面5个就是他的兴趣，好，再来他的将来的发展性，还有他任职的这个职场，好，将来的前景，那有没有办法学以致用？好，也是他们大概会有4成3的人会考虑。好，但是这个网络调查的后面呢，好，说将近70%的人呢，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怎样没有学以致用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好，那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会友，好，他说他3个孩子，好，大概花了上百万的美金栽培，结果3个孩子通通念的，一个去念律师，一个去念医，一个去念音乐，好，3个孩子这样栽培，一路栽培到他们大学毕业或是研究所，好，花了上百万的美金，最后3个小孩通通都跟念的完全没有关系。好，他非常的后悔，好，所以那个妈妈，好，他就投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说怎么样去帮助好这个孩子可以找到性向，好，要让他早一点。哦，他这么喜欢音乐，那何必就要去念商呢？好，他这么喜欢拍电影，干嘛就要去当律师呢？好，他都已经拿到美国的律师，就跑去好莱坞。好，本来爸爸妈妈很反对，好，说你去做什么制片，结果还真的让他真的就制片，好，就出了一部这个开始出了几部电影。好，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让他在毕业之前，好，就能够学以致用，好，他就可以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好，但是呢，这个意义的人力银行的调查呢，好，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份工作呢，大概平均好要投22.4封，然后才会怎样？一次面试的机会，好，那叫做面试而已啊。面试跟录取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好，他说你大概要投几封才会被录取一次？251封。好，有没有人投过这么多的履历啊？我觉得这个调查有点奇怪啊。不过但是呢，这个蛮吓人的。好，对很多人真的现况是这样。好，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告诉你说，哇，我已经投了很多，你就把这个调查告诉他。好，你要投22.4封才会有一次面试的机会。好，你要投250封才会录取一次。所以如果你没有投到250封，就怎样？继续的投，继续的投。我们这边有很多老板或是总经理其实你都有这个面试的人的经验但是现在的梦幻工作呢，好，在2年前的调查，好，第1名是什么？YouTuber， 好，在家里面就可以躺着赚钱，然后做他喜欢拍的影片这样子。工程师、电竞选手、职业运动员、机师网站小编、主厨、演员、公务员。好，第10名是漫画家。好，不过这个是男生好，这是男生的前10名。好，女生的前10名呢，好也是差不多。好，但是女生比较保守一点，作家啦、公务员好，也一样有 YouTuber， 有空服员好，那这些呢，还有外拍。什么叫 SG？ 第9个 Show Girl， 好 Show Girl， 好，排在第9名。好，或是做烘焙、做面包这样子。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梦想。好，不管是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好，可是最后呢，都要跟这个工作来妥协。好，那如何能够在找到自己的梦幻的工作，又能够满足自己的梦想，然后支持自己的薪水，这个其实跟你的学历有关。好，所以这个有调查，这是劳动部的调查说你的学历跟你的待遇有关系。好，然后你的专业呢，如果你有研究所跟大学的学士的学业呢，好，那个待遇也会有关系。好，所以要怎么样去投资，学以致用，花这么多的时间，花这么多的金钱，好，在栽培自己的人生。如果你没有把将来这些投资下去的，好，都没有运用起来，好，是相当的可惜啊。好，那有一本书，好，叫48天怎么样找到你爱的工作。好，这一本书呢，有没有很吓人？好，不是250封的履历表，是48天就可以找到你爱的工作。好，那我把它看完之后呢，帮它整理7点好，跟大家来分享。你要怎么样在48天好里面找到你爱的工作呢？好，他说呢，好，我帮他
帮他做一个整理，好，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自己喜欢做什么工作嘛，好，如果都不知道，就给你480天、48年你也找不出来，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怎样辨认出你自己的专业，好，你什么是你的专长、专才，还有你的能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好，你的受挫的能力，好，你的这样的这个管理的能力、计划的能力，还有你的个性、你的价值观。好，这个你都要清楚，你才有办法在48天里面好找到你爱的工作。第三呢，就是要找寻工作的机会，最佳管道。很多以前早期都是这样，去看报纸去应征，好，那后来是靠网络去应征，现在呢，好，有很多的方式应征，好，但是这些是不是可以找到最好的工作呢？不一定。好，你绝对可以怎么样找到最好的工作？我本来想说会有人回答，说靠祷告嘛，好，靠祷告都没有人回答，好，也没有关系啦，好，但是你可以靠介绍，好，靠朋友，好，其实呢，我牧师娘的弟弟他也是在上个礼拜也分享他的这个求职的过程一个见证，我也听了25分钟，好，也很感动，我也希望说，他下次也来迦南分享，好，因为他现在在一个这个外商的公司，好，他从那个很卖干爆干的那个工程师。好，他的薪水是从2倍、3倍、5倍，好这样子跳，好，然后事情好，就是让他还可以这个可以让他可以在家里面好发挥他的专长，好，我觉得那个管道很重要，好，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份的工作，好，那第4个呢，好，它里面也提到说你要去谋职面试，好，怎么去谋职面试很重要，好，你要怎么样去推销你自己，好，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对自己肯定，好，那第5个呢，好。做多少事拿多少钱，好，所以你要先定义你自己的这个行情价在什么样的地方，好，你要知道一般好做这些事情，做你喜欢的这个工作，好，它的待遇、它的收入，而当你去寻找这样的职业的时候，好，你才不会委屈为5斗米而折腰，好，而是你要知道说我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我可以有这样的工作，好，你可以怎么样的开出价，好，所以那个我刚才讲说牧师娘的弟弟，好，他就很大胆的开价，结果没有想到对方居然同意，好，让他学到原来可以这样子谈判的。第6个呢，你要提升自己，就是你不是只有永远让自己成为一个被请的一个员工，你要怎么样可以成为自己喜欢的老板。你让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就有换自己当老板。好，你就如果你的老板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你喜爱的工作，你也可以自己做老板，给自己一个你喜爱的工作，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能够有收入。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与神同行，回应上帝的呼召。我想透过这7点好，这7件事情，它虽然不是这样子编排但是我读完之后帮他整理这7件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来以后你有机会可以跟年轻人来分享。第一个呢，来请大家来复诵一次。第一个，找出我喜爱的工作；第2个，辨认出自己的专业能力、个性、价值观；第3，找寻工作机会的最佳管道；第4，谋职面试与推销自己；第5，做多少事拿多少钱；第6，提升自己，成为自己喜欢的老板；第7，神同行，回应上帝的呼召。好，48天，它里面有一章好说不用48天，10天就可以。好，我看一看，真的吗？10天。好，不过呢，这个是用祷告，好，用你的信心，好，就可以找到一份你只要清楚了解自己，好，你也可以清楚领受。好，那时间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真的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好像刚才嘉平老师在分享的，好，他已经想好了。他在大学时候已经想好，所以对他来讲，他不用去花很多时间再去 try 去试其他的，就可以往着他的人生目标当中，好一路的前行。好，那最后呢，好，在今天的祷告会呢，好，我们可以为5件事情来祷告，如何能为毕业生提供最适切的支持与祷告呢？好，那我觉得这5件事情，好，也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第一件就是要为他们怎样得着智慧来祈祷。好，不管他要从哪里毕业，国小毕业、幼稚园毕业，好，你都要为他祷告，让他人生怎么样？有智慧，好，能够选择分辨是非，能够懂得上帝的心意，好，如同所罗门，他要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一定要有智慧。第2个呢，要为他有什么坚韧的品格来祷告。好，台积电，好，他们要求的5个价值，第1个是什么？
就是看重他的品格，好品格，好，所以这个台积电这公司重不重要？很重要。它为什么能够运转的这么好？好，因为把他的品格，每一个人在这边上班的员工的品格都列入他们的考核当中。他要确保在这边公司上班的人，好，是真的能够遵守各样的保密条款，好，能够真的是一个诚实诚信的人，好，他们的公司的这些重要的机密才不会被人家都挖去挖走，好，所以不管是他们的员工到他们的董事长，上上下下，好，他们都在互相提醒自己。虽然他们不是用信仰好来当公司的价值观，但是他们看重每一个员工的品格，好，如果在工作上面有任何的不诚实，都会很快的就会被揪出来，揪出来之后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这个公司能不能继续待下去。第三个，我们要为这些毕业生祷告，就是为他们能够得到保护，好来祷告。好，这个保护呢，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学校老师们的保护，好，还要得到谁的保护？上帝的保护。好，刚才杨老师的分享，我也觉得很棒、很实际。很多的大学生，好，一上大学哇，很开心，结果发生一个车祸，好，发生个意外，结果他辛苦了3年6年，好，这样拼上来，结果怎样？一辈子好就泡汤了，好，可能就要行动不便，好，那还算轻的，好，或是影响他未来的人生，好，那真的是很可惜。好，或是好不容易国家栽培出来的人才，好，却在意外当中，好，所以也要为这一些的青年学子、毕业生，好，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来祈祷。第四呢，为他们要人生有梦想、有希望，好，而人生不要绝望，好，所以像美娟老师、嘉平，好，那杨老师，好，都在鼓励学生，好，他们怎么样，好，不要害怕，好，不要茫然。好，不要随波逐流，好，不要只有人云亦云，好，跟人家一样。好，人生呢，好，能够有希望。好，有一些现在的希望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就业的前10名，哇，大家都是向前看齐，都在跟着随波逐流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说，他的这样的选择，好，是能够对他有帮助的。好，最后一个呢，要为他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来祷告。好，因为这个世代一直在变。现在我们可能告诉他们的，好，几年后或是半年后又变了。好，现在台湾的第一志愿都是台积电，可是你能够保证未来的5年、10年是这样吗？好，因为你看5年前第一志愿都不是台积电啊，5年前还是宜兴啊，好，鲁苏啊，好，应该是精算师啊，好，在几年前。可是呢，好，当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在什么时代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好，那上个礼拜6位跟青年分享，好，说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将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的话，你一定要去来发现这个新的能源。好，因为台湾已经上个月开始变成非核家园，好，台湾已经不用依靠核能。好，但是这个台湾有做很长的准备啊。这个在10年前，你要把核电厂关掉，一定是全台大跳电。可是这么长的时间这样准备下来，好，从1986年这个车诺堡事件，好，到车诺比事件，好，一直到现在，好，台湾也开始努力，到我们现在预备足够这样撑下来，好，我们还可以不用依靠核能。但是要有新的能源，好，而这个未来的永续的能源也很重要啊！我相信，当我们能够找到这样新能源，好，不管是台积电、是辉达，好，任何全世界任一个各行各业，好，都需要有这样的技术和资源。好，那最后，我们应该来复习一下，好，怎么样为毕业生来祷告呢？我们一起来复习，请为得着智慧祈祷；第2，为坚韧品格祈祷；第3，为保护祈祷；第4，为怀抱希望祈祷；最后，为心意更新祈祷。好，让上帝真的是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主，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好，都能够在毕业之后有上帝的引领啊。好，所以工作好，使命宣言好，这在我们今年的2月份的333祷告会。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热爱我们的工作，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找出热情，好，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社会上，好，运用在我们喜爱的事物上，甚至呢，能够在对我们自己的家庭的建立上面、人生的规划上面都能够有帮助。好，我们要写下一份这样的宣言。好，所以毕业生毕业以前，能够一个对给自己的一个使命、一个宣言，好，而不是能混则混，能捞则捞。好，希望能够耍废，希望能够躺平。好，希望能够早一点退休，好，
好，然后人生就只有这样过去，好，而是能够更看到有价值、梦想和热情，像 Bill Gates 好，能够像这个祖克伯好，能够像这个马克宏好等等的马斯克，谁？马克思好，能够像他们一样好，就是人生呢不断的不是只有在累积财富，好，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好，再多的金钱也不能够交换他们的热情。结果呢，他们的热情不断为他们缔造更多的财富，为世人也累积更多的财富。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4章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好管家。再一次。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人毕业，即便现在是少子化，但是呢，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鼓励他们的时候，就是让他们知道能够怎么样把握住人生，因为人生很难再从头再来。特别学生的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宝贵，特别我们今天在座很多的过来人。你也会想到说，如果我可以再选择一次，我应该可以选择的更好。如果可以重新再找科系，重新再好好拼一次大学联考、国中会考、高中学测，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相信可以更好。但是人生没有那么多的一次，但是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透过我们上帝给我们的，透过我们所看到的，使他们都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一个主题，为毕业生、为所有的年轻学子的生涯规划来祷告，让他们都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禁不住赞美，我忍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禁不住赞美，我忍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毕业生，不论是这一届或是接下来几年当中，或是我们的家中、我们的身边这些即将毕业的年轻学子，或是我们在职场当中所带出的这些学生，为他们来祷告，让神能够带领他们的脚步，能够赐给他们有智慧，赐给他们能够有品格，能够赐给他们有意向、有目标，能够赐给他们能够有与神同行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祷告会，让我们能够集中火力，能够为着所有要毕业的学生、年轻学子们，为他们来祷告。无论是国中的毕业、高中的毕业，或是大学研究所的毕业，主啊，求你来带领他们，让他们有智慧，让他们有品格，也
也让他们在未来人生道路当中有上帝的保护和引导，也让他们能够充满着盼望和希望，有意向、有目标、有清楚的人生的蓝图，能够适才适用，也能够让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他们有创意力，让他们能够有领导力，让他们能够有发挥生命的影响力。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在每一位的毕业生、年轻学子的身上，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发光，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为主照亮。第二件事情，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些老师们来祷告。我邀请这些老师们，请你们也一起来站在台上好吗？好，杨老师、魏老师、劳老师、曾老师、蔡老师，好，然后苏青老师，还有林杰宇老师。好，我们还有吗？我们在场的还有没有老师？请一起来到台上啊！等一下帮我们拍个照，这样子。我们要为这些老师来一起上来，对，不用客气。好，两边都可以。好，我们来举起手啊，来为这些老师们，来为他们来祷告，好，让他们能够发挥影响力。好，苏青老师，他不承认他是老师。好，让他们能够呢，好，不论就算在职场或是退休，好，他们都能够为主来发光。好，我们一起来为所有的老师们，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有许多的老师在我们的当中，就我们要为这些他们在每一天接触的学生，或是每一天接触的这些的新兴学子们来祷告。不论在每个年纪当中，主啊，求你透过他们，能够如同主耶稣来带领羊群走人生的道路，能够透过他们来陪伴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成长。主啊，求你大大的与他们同在，祝福在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也祝福他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生命，让他们能够在各行各业，在各个学校、校园、职场当中，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兴起。主啊，求你来赐福在每位老师们的身上，使用他们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遮盖，成为孩子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拍个照，好，利用这个时间，做个纪念。我们拍手，谢谢老师们。那最后我们要一起，好，请回。好，最后我们要一起来为教会来祷告。好，今年是教会的60周年。好，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天是五旬节，是圣灵降临节。我们也从今天开始来共读《使徒行传》，有37天的时间。好，盼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带着圣灵的能力。好，因为1章8节，好，这样告诉我们，要等候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好，就使我们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来做见证。盼望那上头的能力真的与我们各行各业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不论你是在职、是年轻、是退休，好，或是年纪年长，我们都有圣灵的能力，我们都能够找到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的60周年，为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共读，还为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圣灵的浇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迦南教会60周年当中，主要能够一起来共读使徒行传，也让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带领当中，能够看见上帝你的心意，能够看见上帝的祝福。主要使我们都能够领受那上头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放胆为主做见证，使我们靠主刚强站立得稳，并且使我们信心能够增加，让我们能够有口才，能够知道如何与人来分享福音，分享好消息。不论是在各样的职场当中，在各样子的领域当中，在社区当中，我们都能够来分享复活的主耶稣他所带来的救赎。谢谢主，主们把今天的聚会，也把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会，以及把我们迦南教会都交在主的手中，也盼望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你在桃园市的光，成为在桃园市的盐，能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最后用这首诗歌一起来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
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哈利路亚！那么用拍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现在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6月份的开始，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毕业季，也是一个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正在为人生的下一阶段开始努力的时刻。透过今天的晚上的见证，透过今天的分享，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鼓励，为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加油，使他们人生能够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主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迦南教会的每一天每一刻，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建造教会，领受那上头来的能力，能够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主，在今天聚会结束，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的主导文，我们要一起同声来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请安，彼此祝福。愿神祝福大家平安。